請閉啊！鬼牌就係你天台，就係你次次都係。天台要同大家講，天台係預言家嘅。天台咧第一晚咧查咗2號，所以佢係狼嚟。跟住第二晚咧，所以天台第二晚咧就查咗11號啦，都係狼嚟嘅。所以如果天台有幸咧可以過到下一晚，天台都會着重喺7號同8號，同埋係天台查咗11號係狼嘅，所以係我哋今日可以直出11號。咁我可以同11號決鬥喎。5號同5號騎士同11號進行決鬥。你唔會我係天台係咪天台唔會欺騙你嘅。11號死亡。發動技能，好，天台你同我一齊走啦你。OK，11號1號死亡冇遺言，而家即刻入夜。好，天黑請閉眼。